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12月16日暗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回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陆冷气团影响今仔日真凉冷，而且民众要注意会愈换愈寒。所以来后礼拜二，阁有一波冷气团温度会比现主时阁较低。高楼违规起点的制度，因为违规停车的人甲检举的人拢真多，交通部宣布减少民众检举的范围，部分状况之下，违规停车未遂开单。美国15批准要备予台湾94亿新台票的政治联络甲机关系统，而且分析这通增加台湾联合作战的能力，有必要阁通整合美国的情报资讯。新闻头起先先来关心总统大选剩27天，政治站啊，国民党甲民众党的拿白合公布成，敢会出现候选人的弃保效应？民众党的国会针对弃保的议题，讲有70%的人无希望国民党选好掉。也那国民党的校友义讲，伊相信民众会做有智慧的选择。也那落尾民进党的赖清德，即阵是批评校友义，想要甲台湾甲中国绑条条。台湾的选择。中国中南部选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规划6场大型的造势，16头一场就直接到民进党赖清德本命区台南，要展现拍破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决心。最近起步恐惊真侪选战胜负决定关键期对出现，严格郭文铁讲，台湾已经出现真正第三政治班底，起步无遐简单。台湾有大概65%民意希望政党轮替，可是我们都忘记一件事情，台湾大概有70%的不希望国民党上台，也因为这样才知道说啊，台湾真的有出现第三板块、第三政治板块。那穿雨衫用车队来拜票，也亲身到市场甲选民互动。校友义回红箱包推出学台免利息的证件，抢青年的选票，得到弃保的议题。伊认为3人的证件应提出来比较，人民自有智慧来选择。反对党这期赖清德讲，若当选 GDP 会达到3.5%，是要对倒来。如果没有一环，对台湾的经济伤害会多大？不然你赖清德又在吹牛，说你的 GDP 可以达到3.5%，你别对来。侯友宜的谈话当中，我们清楚可以看得出来，他还停留在过去，完全没有掌握新局了，还想要重启胡茂，将台湾的经济锁进中国。现场现场客户竞选歌曲《四海大平安》，赖清德到桃园中立造势，提出6项客家的证件，公共客家要强化学校甲公务机关的客语教学运用，客家青年要协助客家少年人就学就业创业等，也有鼓励客家文创产业，也要让台湾成做世界客家中心等，抢攻客家的票源。记者综合报道。大选就要到，即阵云林警方网络顺道发现有网站以3个总统候选人做对象，互民众以虚拟货币来博缴。警方初步调查金额已经超过31万美金。另外，伫台南也同款有人咧做大选的博缴，是收集了后以虚拟货币转寄到国外，也互检警查到。标题写到台湾总统大选谁会赢？有名网站去中心化预测平台 Polymarket 用这边选举3名候选人做目标，互民众底图预测结果。云林警方网络顺利查到，初步侦查底图的金额已经超过美金31万。检警分真济路，伫全台8个县市查到17名的缴客，查扣虚拟币 USDC 5500多粒。不需要庄家设定赔率，且以订单部交易的价格机制，让平台运作去中心化。线上赌客可依自身喜好及预测，用自己钱包里的虚拟币来投注预测特定事件的结果。警方表示，新形态的选举搅拌无需要有立场，就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增加规定，会当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还是罚10万块以下罚金。你有没错吧？没有啊。台南警方嘛查到签缴集团伫面册社团刊广告，公布3组候选人的赔率，再利用赖的群组接单，收到缴金了后，才转换成泰达币汇去境外，涉嫌违反选罢法、洗钱防治法和反渗透法。无限共犯以假币3支名义换成泰达币后，再转汇至境外上游赌博集团。初步清查，涉案金流高达新台币601万元。
总统大选愈来愈瓦近，全台检警接续追查各种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的违法行为，要维护选举的公平性。记者云林台南综合报道。今仔日真凉冷，中央气象署表示，是因为受到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而且落来会愈换愈寒。估计明仔载透早可能只有10度，提醒民众要注意气温的变化，穿好少。另外，后礼拜二会有第2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影响台湾，温度下降会更较明显，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程度。台北10个冷受到大陆冷气团导南影响，北台湾明显降温，搁愈换愈冷。那中南部顶半日因为扩散条件无好，空气品质无啥好，所落来沿海要注意营业。这个大陆冷气团的风比较强啊，所以呢，可能沿海有一些地方可能因为风强，可能会有一点点风吹沙。那第1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拜六报道，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拜六规天拢真冷，其他地区早暗也冷。气象署提醒民众要注意气温明显变化，爱穿较少的。这波冷气会伫后礼拜一10倍减弱。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的部分可能是在新竹以北，包括宜兰地区。低温有机会来到10度到13度哦。也毋过，刷落来后礼拜二，另外一波更较强、继续时间更较长的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会一直影响到22后礼拜5。目前气象署预估，21后礼拜4透早温度可能降到摄氏10度。苗栗以北跟宜兰地区有机会来到8度到9度，是相当接近寒流等级哦，所以也不排除如果温度再低一点，也有机会来到寒流等级。冷期期的气温敢有缘有风台形成的可能。气象署拜六早起发布，有热带性低气压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气象署表示，未来有可能发展成今年第17号风台李鱼。上近伫拜六晡暝还是礼拜2的透早升台，目前有个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记者综合报道。交通违规就会予记点的新制度，原底今年6月实施，但是落实了后，因为违规停车的人真侪，检举也真侪，是引起部分民众不满。交通部昨暗宣布，红线临时停车无搁开放民众来检举。上车路口、公车站等等所在违规停车，只要无影响到交通状况，就劝导未遂开单，是引起侪争议甲讨论。吃饭的时间，外送员赶紧到店头提餐点，定来因为找无适合停车的所在，临停伫红线的所在，互民众翕相检举吃罚单，感觉真无奈。为了避免民众过度来检举，交通部15讲会微调交通违规记点的做法，红线停车无开放互民众检举。红线停车是不开放民众检举，也不会记点哈。政府它道路规划其实没有规划给一个外送员停车的专区，很多地方都没有，所以其实很不得已的情况下都是需要违停的。交通部讲，汽机车红线违规停车，会由警方来开罚，处600到1200块罚款，敢若罚款无记点。交接路口、公车接货站10公尺，上路客货车若是违停无妨害交通的，会劝导无举发。不过若妨害人车通行，虽然无记点，不过有案爱罚款。另外，并排也是消防制度头5公尺，上路客货车无妨害通行的，会劝导无举发。严格若是妨害通行的，唔来罚款也记点。下雨天或是有带东西或是长辈。那他们上下车比较慢，那后面不是车子会停到后面啊？他这样下个1-2分钟，后面车不耐烦，那你是不是有妨碍到通行，妨碍后车通行？那是不是我就被记点？根据公路局统计，交通违规新制实施到12月7日为止，必须记点违规项目内底，违规上最是超速，总共101万2000多件；，搁再来是违规临时停车90万5000多件，无依照规定设弯的有67万6000多件，抢红灯的是有45万8000多件，总共有80多万人因为违规互记点，有944人总计达到12点，互通知吊扣驾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药厂辉瑞伫 COVID-19 疫情期间，因为疫苗甲抗病毒药物赚了真济，落尾因投入大量资金投资流感疫苗，结果变故错误，公司的市值减超过4条的新台票。即阵阁需要裁员，甚至取消部分研究计划。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因为辉瑞今年的获利大大救水，进前已经宣布一项包括台湾在内的35亿美金削减成本计划。所以今年10月，辉瑞执行长博尔拉伫甲公司其他高层举行员工视讯对谈的时，全球的辉瑞员工拢心惊惊，惊家己政治裁员名单。辉瑞药厂的现况，甲新冠疫情期间2022年，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大动作宣布向散车国家提供免费药品的气势有天地差别。Pfizer is excited and proud to launch an accord for a healthier world. 过去几年，新冠疫情侵袭全球，辉瑞也是全球上赚钱的企业之一。因伫上短时间推出新冠疫苗甲口服抗病毒药物，互公司收益超过1000亿美金，员工的士气提升。不过12月14，辉瑞股价收伫每股26.13美金，创10年来新低。今年到目前为止，辉瑞股价淡薄49%，期待蒸发1400亿美金，大约4.4兆台票，超过2004年670亿美金的巨记。辉瑞全球83000名员工，已经有2000多人无头路啊，其中包括严正科学家，加伫美国英国等地的研发人员，一寡研究计划也被暂停。分析认为，辉瑞失去赚钱的原因是顾唔到美国民众的想法。关顾相关疫苗甲药品的健康需求，伫疫情危机渐渐解除了后，疫苗甲药品销售价落地比公司预期的更较紧。那其他产品也无法度弥补空棚。那疫情期间靠疫苗大赚钱的莫德纳也拄着同款的处境。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有一个17岁的英国少年人 Alex Beatty 6年进前，伊妈妈甲外公带伊出国旅游，却失踪。到最近伫法国，互一个开拖拉库的司机发现，伊家己一个人伫山区，才通报警方找着人。Beatty 讲，因为伊无想要甲伊的妈妈斗阵过宗教灵修的生活，才偷偷离开。即摆警方已经联络到伊的外妈，上紧16就通转去英国。法国检方15日图鲁斯的记者会指出，现年17岁英国少年巴蒂知影老母想要搬到北欧的芬兰去住，巴蒂无想要搁缀老母过一种世界走的日子，所以讲下定决心家己离开。Lorsque sa mère a indiqué qu'elle envisageait de partir avec lui en Finlande, ce jeune a compris qu'il fallait que ce périple s'arrête et il a décidé de quitter l'endroit où il était avec sa mère. 英国少年巴蒂离开老母了后，12月13，一个法国的灵骨治疗师阿斯迪尼，趁暗时开车送回到邮局中途，伫皮里牛斯山区注意到巴蒂。巴蒂上车就讲，家己是互老母绑架，并且使用阿斯迪尼的手机甲人伫的英国外妈来联络，表示伊想要转去苏的。Donc je pense qu'une fois qu'il sera retourné, j'espère en tout cas en Angleterre ou quoi, qui me contactera pour savoir comment il va déjà s'il est content, bon j'espère. Hein. 根据警方的资讯，2017年9月30，11岁巴蒂和老母梅兰妮带离开英国曼彻斯特。巴蒂对法国警方讲，伫外口流浪6年，甲老母过灵修的生活，包含自我疗愈、冥想、感觉甲世界的计算。英国警方讲，巴蒂上紧16就使转去英国，甲外妈来团圆。公视新闻郑婉庆编译。美国国务院15宣布批准要卖予台湾94亿新台币的战术联络甲机关系统。学者分析，这个军售案通维持台湾的指挥、管制甲通信能力，伫国军加强攻击强度的时，通增加联合作战的能力。有必要的时，佫通整合美国的情报资讯。因应台海局势紧张，国军继续加强战备，除了提升火力、联合作战能力，也渴望更加完善。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15宣布，国务院批准售台战术联络甲机关系统。咱国防部回应，对着国军掌握共同作战的图像来提悬战场的感觉智能是有帮助，会使来达成防卫作战的任务。外交部收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美方行政部门已通知国会，将对台湾出售总价值约3亿美元的战术数据链路暨联战直管系统。外交部也感谢美方继续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这样大约94亿台票的军售案，是以维持台湾顺安系统的指挥、管制、通信、资讯能力为主。
估计美方另外也会到台湾提供工程、技术援助甲评估。学者分析，国军连续出动长射程武器，在攻击火力强化同时，美方正在协助侦查这联合作战能力的有效整合。我们今天在战场上面，单一的武器系统可能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但是最终我们的部队必须要能够有效的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取得从美方来的情资。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所谓的 kill chain， 所谓的击杀链，可以进一步向前延伸，以及维持它的能力。由美方拄好伫中国商务部认定，台湾对中国构成某一表类时宣布批准军售，引发联想。学者讲，主要是维持装备甲系统运作的常态合作，不过也有一寡反制中方对台湾强硬态度的效果。也若美国对台军售有关有部分来拖延，海空三军的装备拢有，像是空军采买66架 F-16V 型机，原定今年开始交机，延误进度来落后。不过，伊原维持在2026年全数来交机。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是寒天，唔是肠病毒流行的时间。不过，即阵伫台中的诊所所发现2例家长和囡仔喂着肠病毒的案例，症状甚至是比囡仔更加严重。卫生局就提醒大人照顾染着肠病毒的囡仔的时，一定要甲喙暗挂好，而且爱接洗手，卫生管事是唔通凊彩。大人囡仔手贴做伙，大人手面上的水泡明显比囡仔更加严重。肠仔病毒流行季节是3至10月，但是伫咧寒天犹原要注意威胁。台中市最近有2件幼儿传染肠仔病毒的父爸母的案例，因为环保上甲挡袂牢，赶紧来就医。有连续发现有2位的成人，小孩子都是1、2岁，但是大人来的时候，就是手背都充满了那一种各种水泡，患部啊，就是那些水泡就是奇痒无比，都会一直想去抓这样。医生表示，肠仔病毒有60多种，通常伫咧18岁之前就会感染大多数的肠仔病毒型。成年了后免疫力较强，染病症状会较轻。大人通常是骹手有水泡、喙破等症状，甲囡仔还有发烧、咽沙炎无同。台中市卫生局是提醒家长照顾感染肠仔病毒的囡仔，还会记得挂喙暗、吃物件、清理喙片的分泌物，还有排泄物前后，拢爱会记得洗手。肠病毒它虽然已经脱离流行期了，可是还是一定要落实到是肥皂勤洗手的部分，还有居家的环境消毒。所以家长在照顾这些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到洗手跟一些环境清消。2名大人经过治疗3天了后，水泡就已经消散。大部分的人伫咧7至10天之内就会好起来，因为肠仔病毒有高传染力，基层医师甲卫生局都呼吁袂使轻忽。记者台中报道。农业部林业署的新竹分署招新的巡山员，考试的项目包括爱会晓骑会拍拖拉机的奥多摆，而且也伫时间内派20公斤重的物件走1.5公里等等。今年只有10个课来报名的人，选有34个人，年岁为20岁到50岁拢有。巡山员骑奥多摆巡逻，就算撞到风台也是落雪，别同款爱伫山顶做工课。看起来是实在有够辛苦。林业署要找新的巡山员，10来早起举办体能测试，民众唔但爱晓骑拍速的奥多摆，佮爱派20公斤走1500公尺。34人报考，内底有研究所毕业，也有原住民。平常就蛮常在山上待超过5天的行程，对我其实蛮喜欢在山上自己一个人的感觉，或是跟同伴的感觉。从小就住在山上，对啊，然后近年又出现我们部落附近有被盗砍的情形，就想说我们年轻人可以，就是既然有这个机会，就去尝试看看，可以为这个森林就是贡献一份力的。农业部林业署指出，巡山员的工课需要体力溃烂，再用排档来考验考生。其中查甫爱得12分钟，查某爱得13分半，走煞1500公尺，才算过关。主要是包括在防范盗伐，还有滥垦，另外就是野生动植物的一个保育，还有森林火灾的防范，同时也要去巡视我们的这些林道跟步道，来确保我们山友跟游客的安全。所以他们是18般武艺，样样都会，而且在山上的这个工作环境也都非常的辛苦。这摆因拍算招10名新的巡山员，薪水3万块起跳，表现若好，10个月会当搁领到3000至7000的奖金。考到了后，爱经过1个月专业训练，就当投入保护山林的工课。
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由国立台湾图书馆举办的台语客语汉诗吟唱比赛，伫今仔日下晡举办，有来自全台各地学生参与。官方希望透过吟诗，通甲母语文化顶坚持校园。就学生讲，虽然家己台语要讲了袂练转，但是因为对台语真有兴趣，就来报名比赛练台语。只言修纵马牛仙。伫台顶用台语吟诗，这是国立台湾图书馆举办的台语客语汉诗吟唱比赛，有来自全台各地学生参与。现主时少年人较少讲台语，有参赛者讲，虽然家己的台语讲了袂练转，但是望透过参加比赛练台语，增加家己的语言能力。只言修纵马牛仙言，我就可能无啥念有够，啊，搁有唱的部分吼是迄个春草明莲柳，也草爱就管。我之前有接触过蒋渭水吟诗比赛的这个赛事，那我在参加完之后，觉得对台语的吟唱还是蛮有兴趣的，然后也非常想要推广台语文化。官方表示，配合国家语言发展法、参文化部斗阵推广母语，因伫举办这个比赛进前，也办过台语吟诗的研习营，展览以多元方向来推广母语。歌能够影响生活，它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力量的一个传承。那有感染力的，就是一种吟诗唱游，或者是用歌的方式来传达，会更有效、更直接。官方表示，这摆国小、国中、高中三组计共64个比赛的名额，一开放就拢随唱了了。甚至有来自花莲、台东、屏东的囡仔就北参与。为报名状况来看，以吟唱歌诗来推广母语，学生反应是真好。因望透过这款方式，通甲本土语言的文化定根伫校园当中。记者郭文随新北报道。国内的农业、渔业拢拄着老化甲欠工的问题。伫宜兰有4个20桶岁的查某囡仔组一个新创团队，除了替渔民卖鱼仔，阁向民众推广食鱼的知识甲文化。因希望会当让更较侪少年人关心台湾的农渔业。今仔日下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来帮带大家来看这阵查某囡仔安怎实现家己对渔业的梦想。林晓东对老爸出海掠鱼仔，伊是伫个宜兰大溪渔港大汉的囡仔。面对渔业长期的各种问题，伊伫个大学的创业课程内底找到解决的方向，所以4个大学的同学成立新创团队，为渔业的发展找到机会。如果有预算收益的版，就用一个公版。若是真侪年轻人回来的话，会使佫想佫较侪办法去创新这个渔业行业。会使互渔业这个行业传统行业去来做一个转型，去做个变换。画刀的用意呢，主要是希望它等下就是煎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让它熟。市面上遐较无销、佫长着时的鱼仔，团队为着行销，开始家己拍影片，伫网络顶分享各种鱼仔料理的方式，互民众认捌食鱼教育，嘛传达永续海洋的理念。这些没听过的鱼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好吃的，然后让大家都会愿意尝试不同的海鲜，就是能传达一些食育教育的概念。海基仔渔村都算渐渐衰微，不过要受真高的认真味。团队成员除了伫线顶卖鱼仔，嘛投入地方创新的运作，互渔港的水会当互更较侪人知影，嘛为社区带来活力。是可能他说罢工，他后面就变成喳，就是他不会再去喊前面的几把，所以你可能喊说。我们有屋子啊，然后有故事，有人，那是不是大家就可以一起在大理把这个渔村再重新弄起来？掠鱼仔、卖鱼仔、地方创新，4个少年查某囡仔充满热情甲勇气，做出甲大部分的人无同款的选择，希望伫个永续发展甲经济之间找到平衡点，嘛互在地会当有新的发展。记者洪兆成、魏文良宜兰报道。今日真凉冷，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12度到15度。中部地区12度到18度。南部地区13度到24度。东部地区12度到21度。外岛地区8度到19度。接下来是明仔载三港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